喺中山要買二手房嘅朋友要注意啊！要買二手房嘅朋友都注意啦！海鮮市場唔再顯示成交價，唔知係好事定壞事啊！以後買家用力咁劈佢，劈第一個就第一個，劈唔落去嘅劈第二個啊！反正房東都冇底嘅，好聽啲就係唔俾佢哋同鄰居內卷咯，等你哋鬥平啊啦嚇！冇晒成交價做參照物，房東放盤可以隨便放啊！買家賣家都係喺度開盲盒，難聽一句就係呢個小區可以幾錢買，呢個小區可以幾錢賣，信息差。全部喺晒中介嗰度。左輝先生原本最成功嘅就係將房價透明化，依家關閉咗顯示成交價，個個中介點讚啊？好似左種咗件唔應該做嘅事咁樣，但又真係冇辦法喎。喂，顯示成交價，只要有一套低價出現，你鬼你咩樓層咩朝向咩景觀啊？就按照呢個價嚟參考，就會變成價格內卷啦。啊，你又鬥平，佢又鬥平，但又有冇人諗過冇咗參照物唔代表唔可以還價喎？啊，唔顯示成交價，簡直就係掩耳盜鈴啦！眼不見為淨，你覺得咁樣就可以阻止房價下跌咩？我對半劈那又如何啊？個掛牌咁貴，我少都唔少你啦。我睇其他樓盤、其他戶型啦，而且多咗個信息差喎，好似冇乜安全感。我明明100萬開賣嘅戶型啊，中介同業主講最近成交90萬，又同買家講最近成交價105萬，然後再嚟一句免你中介費，喂幾爽喎，係嘛？所以以後啊，買家直接對半劈啦，你劈唔到真係揾第二個得㗎啦，但係你唔好劈我啊！問你怕未？有需要了解中山樓市嘅，啲我嗱臨關注我啦。